因為工作安排啦，過往30幾年㗎啦，呢隊波曼聯啦，我諗佢4/5嘅比賽啦，我都有參與解說嘅。睇住一代代球員嘅變更啦，有一位效力時間唔係好長，但感染力極強㗎，你會唔會掛住佢啦？簡東拿奧脱福大帝。最近呢幾日咧，佢有段視頻唔係特別火啊，建議曼聯迷一定要睇翻。睇完之後咧，有好多靈魂拷問啦，可以問翻你自己嘅。我睇完之後咧，第一樣估唔到，原來簡東拿咁愛曼聯嘅。佢先講啦，以往上下左右佢哋點樣一條心。佢喺視頻咧就講咗 family 家庭呢個字啦好多次㗎啦，一定要大家啦互相愛護大家，關心大家。點樣去彼此愛護？咁樣喺比賽裏邊啦，就係紅魔球迷啦，好看重、好中意嘅紅魔精神。但係佢係當咧就拉傑夫爵士嚟到之後啦，所有嘢都唔同晒，甚至係逆向發展嘅。佢主要講咗3點嘅。佢拉着而家啦，連奧脱福都唔要啦，要個 New Trafford。佢話當亞仙奴搬離開咗高貝利之後啦，佢覺得亞仙奴冇咗靈魂嘅。佢亦都想像唔到啦，自己嘅宿敵利物浦啦會離開晏菲路。第二點咧，佢指責拉著啦係唔念舊情嘅。費耶費爵爺啦，佢超越傳奇嘅地位啦，但竟然拉著啦，連個大事都唔俾阿費耶咧繼續做。第3點，佢話我哋啲老曼聯人啦，包括自己簡東拿啦、阿堅尼啦、加利尼維尼等等啦，好願意幫曼聯出力㗎，但係不得要領，拉著係唔需要佢哋幫手。跟住成段咧，就簡東拿表述當中啦，佢講以下呢一句啦，我係覺得最悲涼嘅。佢話 Maybe I'm a dreamer， 可能活在啦夢想當中。但拉著嗱，大家見到啦，喺冇幾耐之前啦，佢前後腳夾喺宣佈起新球場嘅嗰一日啦，亦都有佢詳盡嘅訪問啦。裏邊啦，佢承認㗎，我破舊立新，舊嘅唔要啦，開源節流啦，管理方式亦都完全唔同。大家可以諗下啦，喺隊際運動發展嘅歷史當中啦，有邊隊好嘅球隊，即係成績好嘅球隊啦，係冇呢種家庭嘅氛圍喺度啦。而家拉著將呢種氛圍啦，抹得一乾二淨。係未來曼聯啦，有個10萬人嘅球場啦，有個好大嘅揾錢社區，可能揾好多錢，但係佢哋會唔會仲可以啦？有紅魔精神，重回以往種成績啦？喺而家呢一刻，我真係睇唔到。你咧？每隊球隊咧，我哋都祝福㗎。咪祝福咧，就5月30咧，將會去中國香港表演嘅曼聯啦，有好嘅成績。但係歐霸杯8強戰第2回合之前啦，今晚就要作客對紐卡素喎。今晚喺呢度揾我，兩場英超繼續同你講波。